乌克兰东部的战况无好，总统泽伦斯基佫甲国际核武器，有一阵60岁以上的老兵伫咧前线拍拼。菲律宾温度冲破40度，学校暂时停课。林家南嘛因为高温停课几个礼拜，即阵才重新开学。日票的汇率下到160块，换1块美金，是34年来上介低。但是过头过已经有起淡薄啊，可能是因为政府已经接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美国的政治消息。现任的总统拜登顶礼拜六伫咧白宫记者协会演讲，是一直甲伊的对手 Trump 口水，讲有真侪人认为讲伊已经伤济岁啊，无适合不选，伊就摕即个话题来讲 Trump 就袂输是一个6岁囡仔。不过今年的选举其中一项关键议题，也是目前造成拜登的支持率一直咧下降以下争议，拜登是完全无讲到。美国白宫记者协会2次举办年度晚宴，总统拜登照例出席一场有100年历史的活动，佮发表演说，伊一开嘴就口说竞选对手川普。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warm welcome, but please, not so loud. Donald was listening. Sleepy Don. 白宫记者协会过去大部分是轻松暗暝，总统记者脱口秀演员会互相口说。拜登顶礼拜六是针对川普火力全开，伊口说家己81岁年纪，正做选举话题，毋过随后批评川普，佫较像一个细汉囡仔。And yes, age is an issue. I'm a grown man running against a 6-year-old. 川普最近因为成人片愈青，北方女丹尼尔的封口费案开庭，佫一摆有官司，也加做拜登踢球的话题。I had a great stretch since the State of the Union. Well, Donald has had a few tough days lately. You might call it stormy weather. What the hell?公孙笑是公孙笑，拜登最后又愿用严肃的口气，呼吁媒体甲各界人士重视美国政治已经是化爽的尔的现况，专注伫利害关系的代志顶面，一直到演说结束，拜登拢无提起加沙的人道危机。拜登淡化无讲起加沙，更加互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更较不满。伫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开始之前，抗议人士已经出现伫场外，批评拜登政府甲来参加活动的媒体对加沙危机扭曲报道。抗议人士捌伫晚宴地点希尔顿饭店挂大白的巴勒斯坦国旗，超过半年以下长队已经加做拜登争取连任的动作之一。除了几间大学校园的示威活动 ，CNN 2被公布的民调也显示，超过7成的受访者无认同伊处理以下长队的方式，同时有大约6成的人无满意拜登即前到当的表现。另外2位主要参选人的支持度，川普以49%领先拜登的13%。公司新闻7万人朋友。乌克兰甲罗西亚战到第3年，这乌克兰伫咧东部的战况是无介好。这条线目前是两军交战大概位置，伫咧这线的东边，阿夫迪夫卡今年2月时阵已经去互罗西亚占去啊。时阵罗西亚要一步一步向西边推进。为着顾全士兵的性命，乌军是搁对3个砖头撤军，这嘛代表讲罗西亚会当继续向西边进攻。这2个城市就是未来上界危险的所在。亲像咱看到北边这个城市，伊离前线是敢若大概是50公里左右，也若是下骹这个城市咧是搁较近，大概敢若相差30公里。面对这款艰难的局势，除了总统泽伦斯基，搁再要求国际盟友赶紧提供武器。乌克兰的百姓嘛真团结，有一阵60岁以上的老兵组成阿公兵团，是伫咧这前线做后勤的工课，亲像是巡逻、修理物件等等，做回来看。这支由数十位年纪超过60的阿公级老兵组成，叫做边防龙的机动炮兵支援部队，伫扎波罗热东南部的基地，当将122毫米边甲火箭弹准备好了后，将火箭弹就派上用场，互另外一支部队发射出去。Живемо за счет пенсійного фонду.
68岁塔人外号阿公，是这阵劳资援军的指挥官，大家拢有超过60岁。虽然因为年纪稍大，无互登调任务，也无官方支援，也毋过为国家效力的心意甲能力并无差。除了家己的钱，因来接受捐款，当作修建的经费，佮本身有能力伫武器库减受各种的炮弹，加上为特定遐摕过来武器伫战线后端巡逻，听从战地指挥官命令，甲其他的部队合作。Якщо людина хоче, він може і в 100 років піти і виконувати завдання і нищити ворога. 乌克兰目前战争严重，为东部地区3个村撤军。总统泽连斯基要求国际合作盘加紧武器交付速度。Ми очікуємо саме такого обсягу і ваги у поставках. 乌军指挥官表示，东部前线3个村以西几下的据点，拢有大量的孤军集结。因为这款的情况贴题，几乎希望美国拄啊批准的610亿美金军援计划，一旦摕到武器，就会当稳住东部局势。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来看天气的消息，即摆才大4月底，上热的时间还未到，这菲律宾迄边就已经热破40度，学校暂时停课。也若是名家啦，因的囡仔嘛，因为官员已经停课几啊礼拜啊，即阵重新开学，就互因的家长真烦恼，讲囡仔的热甲破病。教室有学生囡仔摕纸板做开线，一直热风，有人拍开随身的电风，希望赶紧降温。菲律宾最近因为有烧风，首都马尼拉的学生囡仔伫摄氏43度的环境上课，一直讲根本无法度专心。As in, nakakapaso na po talaga siya ng balat. Hindi po siya tulad ng karaniwan lang po dati na init na. 这阵学生进前就因为新冠疫情延误读册，即马烧风到位，政府下令先停课，互因离毕业搁较远。因为适应现象的影响，即马早4月，菲律宾一寡城市体感温度已经50度，增加青少年头晕甲昏厥的健康风险。停课嘛，地属较散车地区的学生囡仔，搁较歹得到教育资源。换看南亚的名家啦，烧风已经持续1个月。这几礼拜的气温比起过去30年同期的平均温度高4度至5度。虽然当局有延长烧风的警报，礼拜也是有一寡所在展开关几落礼拜的校园。学生囡仔拢爱忍受高温去好好上课，家长难免原来烦恼。মানে হচ্ছে এখন গরমের তাপটা বেশি, বাচ্চারা পড়াশোনা থেকে ওরা হচ্ছে অসুস্থতা বেশি হয়ে যাবে, কারণ প্রচুর রোদের তাপ। 美国佛罗里达州礼拜有一寡劳工行上街头抗议，要伫今年7月实施的禁高温保护法。美国去年一寡城市伫烧风期间温度超过50度，拄到热伤害就医也是死亡的劳工因为安尼增加。福州有将近180万人伫做户外工作，新法说禁止州政府为这劳工提供高温的保护措施，亲像设立热日的所在，也是互因啉水甲休困的时间，引起劳工的不满。虽然总统拜登已经伫2021年下令推撒高温安全准则，不过离正式发布，恐惊都要过几多年的时间。公司新闻牛眼编译。镜头换来看美国中部，早时有真侪州拢甲加利亚风竟然有900粒，上无是有5个人死亡，900个人受伤。当地有真侪厝拢扫甲密密麻麻，连这路边的车嘛先甲变过，状况真凄惨。空气画面会当看到奥克拉荷马州的流风区，和加利亚风侵袭了后，真侪厝风散作平地，不少车辆风吹甲变过去毁损。美国中部几个州礼拜互大量的加利亚风侵袭，包括奥克拉荷马州、内布拉斯加州甲爱荷华州拢传出灾情。内布拉斯加州东部小镇奥马哈居民看到家园风摧毁，表示拢真歹相信。Probably utter dread. Just yeah, the sinking feeling. This was our forever home, and we've moved twice in the last 2 years, and we were supposed to be done, and we came home, and there was no home to really come to. 美国国家气象局列入记录78件加利亚风的报告，主要发生伫内布拉斯加州甲爱荷华州。27个记录35件加利亚风的报告，2天累计超过100件。威力强大的风暴，也搁为当地带来强降雨。气象专家警告，这可能会引起大水、冰甲甲搁较侪加利亚风。We've had 4 confirmed fatalities. I spoke with the administrator of FEMA earlier today, and she offered her assistance. I told her to thank the president. We're working on the damage assessment.
爱荷华州也有一位查甫人，因为甲抓风受伤，后来送医不治。总计有900人安尼受伤。到2月为止，德州有超过5万户停电，奥克拉荷马州有3万户停电。奥克拉荷马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期30天。这个地区当年春季拢会真正发生强烈的甲抓风，也毋过气象专家指出，破坏力惊人的甲抓风伫几工内连续出现状况，是真罕快。公司新闻陈伟霆编译。古巴政府去年强制推动所谓血币，不过这百姓根本都用袂惯势，所以讲有关是甲纸票落伫咧手头，唔嵌入银行，佮加上通货膨胀，银行已经开始欠现金。古巴民众伫 ATM 头前排列等要领钱，不过 ATM 的机台毋是显示钱无够，就是伫维修。有人排几落点钟嘛领无半仙钱。古巴政府为了阻止失控的通货膨胀，加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透明度，以及对货币流动会当有更较大的控制。2023年推杀所有货币，要求使用古巴比索交易。店面甲民众嘛拢爱用电子支付，毋过这无下古巴人惯势早一支钱出门，才有安全的感觉。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店头也是无接受电子支付。国家一直扩大的财政赤字，政府限制大面额的纸票印制，而且通货膨胀使得物价愈来愈悬。古巴人需要更较侪钱，才会当买到生活用品，所以就算因的手头有钱，嘛无愿意放伫咧银行。这样一个原因，使得银行面临现金欠缺的困境。En el último dato que aparece en el marco estadístico, el 70% de ese dinero está en efectivo y solamente el 30% está en los bancos. 因为古巴比索伫古巴境外无价值，所以这届经济改革煞致使汇兑波动严重。本来古巴政府用固定利率24比索兑换1美金，为了降低民众对外币的需求，变做120比索才会当兑换1美金。不过即马伫乌市起价350比索才会当兑换1美金。政府的货币政策颠倒使得经济压力更较大。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2024年国际阿拉伯文学奖总颁奖，其中上特别的就是这位巴勒斯坦的作家巴西姆·坎达吉。伊人并无法度亲身领奖，因为伊伫20年前就去互以色列的政府指控牵涉恐怖攻击，判3个无期徒刑，到即阵也咧关。伊伫咧监狱内底写的小说《面具天的色水》，就是这回得奖的作品，描写的是家庭破碎、有路无厝、种族灭绝等等的代志。作品宣布到一半，现场就响起欢呼声。这种小说作家兄弟用手抗面，真实真激动。有阿拉伯布克奖称号的国际阿拉伯小说奖，伫2月公布得奖名单，由巴勒斯坦作家巴西姆·坎达吉伫2023年出版的作品《面具天色的色彩》得奖。هذا نصر جديد ل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وليس لباسا فقط. نأمل بأن تزول الغمة عن شعبنا. وباسم يهدي هذا الفوز إلى أبناء 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خصوصا في غزة. 作家巴西姆是1983年伫约旦河西华城市纳布鲁斯出世。21岁时阵，伊互以色列政府指控涉嫌切割甲执行特拉维夫六都市场的爆炸案，造成3个人死亡，30人受伤，面临3个无期徒刑。暂时有关互关押伫监狱内底已经20天，伊伫监狱内底透过网络完成大学教育，嘛写真济小说甲诗。这届得奖的作品是为133部作品内底挑选的，内容讲一名住伫拉马拉难民营的巴勒斯坦考古学家努尔，伫一领国外套的落地内底发现一张以色列公民的拿式身份证，开始想要了解甲正经共名的人，还有伊家隔离墙外口的生活。هالسنة الفوز مختلف وفي طعم النصر بظل القهر القائم على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خاصة. هو شعب مبدع. 评审团的主席苏莱曼对于这部用半冬来创作的小说，俄罗斯特辑，认为内容分析家庭破碎、无厝通转去、种族灭绝、甲种族主义复杂佮痛苦的现实。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柬埔寨5月区的观光客数量已经渐渐恢复到疫情之前。为了保护这个世界遗产，趁搁较侪观光财，当地政府是甲本地住伫咧附近的居民刷去20-30公里外钟头。有这居民就怨讲搬到遐尼远，因就无法度搁做观光客生意。
而且人权组织嘛证实讲，这政府根本就是变相共赶走。伫4月感冒节是上热季节，为了要避开假人的日头，真侪游客拢会伫咧日头早日头都要爬起来时阵来五谷看这个景点，也拄会人看到描绘感觉色的日头光一照了伫湖水的倒影。We know that it'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so we're very excited to come to Angkor Wat. And today we thought we'll come and witness the sunrise, which was actually very spectacular. 五谷区的寺庙群所在差不多400平方公里，包括9世纪到15世纪高棉帝国首都的遗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东南亚上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新冠疫情进前，每年有超过220万的游客，今年有可能恢复到这个数量。This year we have started reasonably well. We have reached almost 500,000 already by just the first 3 months, and so I believe that the number would be kept on increasing. 伫五谷区边的村庄，自去年开始就伫咧撒搬迁的计划，大部分的厝落已经拆掉。政府以保护世界遗产为理由，伫新的所在分予每一个家庭一个600平方公尺的土地，350块美金，加一寡铁皮厝的材料。បើយើងមកនេះទៅវាបាក់ដែរបើនៅនេះរកការងារមិនបានធ្វើបើនៅនោះទៅយើងចេះតែរកបាន នៅផ្ទះយើងការទៅបេះបន្លែបេះអីទៅដល់ជីក្តាមជីអីឲ្យម៉ែលក់。不过有居民讲，虽然以前大的所在较容易赚到钱，不过即马有更加大的土地会让起厝加厝内人做伙大。国际地下组织是质疑，真侪人并不是自愿搬走，有真侪是变相的强制驱离。They had a clear source of income at the time. Tourism, but also other sources of income linked to the location of Angkor. They're now at least 30 minutes away from the site and can no longer access those sources of income. 因为当地居民依然保护其他所在已经消失的祖先的传统甲文化习俗，所以柬埔寨当局经2个定居点，重新整理做带伫咧五谷区的周边社区。官员讲是以国家的整体利益做考虑，也强调驱离的是非法的居民。It's up to them to make judgment whether they decided to stay and remain illegal occupant, or they would want to go somewhere where they have everything belonging to themselves as a private citizen of Cambodia. 伫咧保护古迹甲维护人权之间，柬埔寨是以观光利益做优先的考虑，因为观光相关产业的收入占规个国家 GDP 要到2成。当地居民也只好赶紧适应伫新所在的生活方式。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香港澳门的主权回归中国时阵，迄当阵的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讲这赛马照比，股票照炒，舞照跳。这澳门的赛马协会佮甲政府签约，签到2042年，结果竟然是今年4月初伊就提早解约，请赢澳门赛马活动已经变做历史。伫咧澳门党在马场要建设营业的倒算第3个礼拜六，看台顶的观众无几个，其中有资深的香港老教客，也有专工自内地来看机的学生。那边没有这种赛事的是，然后这边你可以看那个嘛，然后别的地方就只能看转播，或者我们要去香港看了。澳门是亚洲赛马活动的发源地，上早会当追溯到17世纪，第一座赛马场就伫咧目前的艺术亭前地，是迄当阵社会曾经改善的活动，伊嘛拢伫咧办婚礼甲生日宴会。1977年开始引入迄当阵欧洲正流行的赛马车活动，开放互人入驻。不过效率无好。1988年，互台湾的生理人每期改经营赛马。1991年，澳门赛马会互解放何鸿燊的娱乐企业集团控制，开始黄金时代。90年代末期，澳门赛马会上兴的时阵，马会有1200只马，看台有空调，会当坐15000人，规模是亚洲上大。连暗时也有比赛，灯火光闪闪。不过即马只敢剩200只马，债务有20个亿澳门币，差不多是大票97.5億。狗場同馬場，因為係另類娛樂。我哋香港人其次啊，澳門人嚟講係一個消閒地方嚟㗎嘛，夜晚。咁佢哋冇，其實佢哋比我哋慘啊！
澳门政府今年1月中，以马会债务困难，抑个无法度迎合现主持社会发展需求为理由，宣布将会改读马会专营的契约，期限自原本的2042年大幅度提早到4月初一。有180年赛马历史的新加坡，去年10月也宣布会结束赛马，予业者16个月时间执行。不过澳门赛马会只敢予因2个半月时间，予马的主人加马的训练师真不满，有6位马主人向马会提赔偿的官司。Like you felt the whole house on fire, and it shouldn't happen this way. We asked them a simple question. Is there any chance that we're going to be closed down? And they said, no, it's only a rumour. Well, so that's the government also should be made accountable. They all must have known it wa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closed down. But we were the last to know, you know. Us workers were the last to know, and also the owners were the last to know. So it wasn't handled very well. 所有的马送去到拢已经安排好势了，赛马场的土地加相关设施将会无偿归还给澳门政府。自由亚洲电台相关报道讲，这是毛泽东公司合营的翻版，代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山坎式的下坡。习近平加手伸向港澳的资本，要来解决当前经济困境。在过去几年，中国人正式的一寡民间企业，包括建力宝、国美、腾讯、协霆加海航。拢互政府用无同的方式收归国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古巴的玻璃路舞曲，互联合国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款舞曲是伫咧都市、伫咧庄卡拢有新的创作，甲无共款的呈现方式。咱做伙来欣赏。浪漫的歌词，失去了个得到的爱情。透过音乐团队邀请情人因做阵跳舞，普利路舞曲伫咧各种聚会，甚至是个别式代代相传，唱入古巴加墨西哥人的心内。Una emoción que tú sientes cuando tú escuchas un bolero, te vienen muchos recuerdos, te da paz, tranquilidad. El bolero sale de ahí, de ese sentimiento que tenemos acá adentro, que no lo podemos ocultar los cubanos, sale de ahí. 这么普利路舞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UNESCO驻当地代表认为，普利路舞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会让帮助其推动。普利路舞曲是慢慢的拉丁舞曲，183年伫咧古巴东部出现，源自运用士林运动，渐渐就传播到墨西哥加拉丁美洲国家，以影响现代布朗民歌舞蹈的发展，也应用伫咧古典音乐。像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就把参考西班牙式的普利路舞曲，创作出单一个种的交响曲加芭蕾舞曲。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